人生在世，总是蹦蹦渺渺，难免会拄着不如意。在台湾的民间信仰当中，有真侪人会透过去庙里求签诗，请神明用签诗来指示。会当讲求签是台湾人上常用、上简单的一种问神的工具。财运、财力问题啦，运动若较歹，就甲求签看，咱较顺无伊甲指示。在阮寺庙来讲，是逐工拢有人来求签，嘛问婚姻，嘛问官司，嘛问怀孕，生囝。该签的时阵，阮大约拢会看这张签的内容。写签的时阵，我想不管什么代志，拢一定有好的解决的方法。咱家鼓励，我相信伊有动力，通向前行，伊就唔是写签啊。俗语话咧讲，踏入庙门两件事，烧香求签问心事。求签敢真正有法度问出所需要的答案？求签的时阵有啥物禁忌甲讲究的咧？另外，伫咧小小的一张签诗当中，又搁暗藏偌济咱唔知影的秘密咧。手举签当有规矩咧。要问新娘你问去，现主有新三月你啦，哎哟喂，包领的生无言知，无言知，求灵签卜写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讲到这个抽灵签卜写卦，这个抽签的这个问题，在咱台湾民间信仰当中，会当讲是真事上，而且每一个人拢会碰到的问题。究竟咱人行到庙里要烧香拜拜，心头有疑问要问神明，要安怎问？便啊透过求签这个方式来解决掉咱心头的疑问呢？而且讲到这签诗，会当讲是咱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哦。今日邀请到两位专家来到咱客厅来开讲。头一位要邀请的，伊就是平常时日时伫咧学校内面教册教这的大学生，暗时的时阵呢是甲神明斗相共，伫咧度众生。欢迎咱的王宗礼老师，老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咱第二位邀请的，伊捌得过真侪文学奖，是一个文学作家，而且真用心伫咧研究咱的台湾文史，会当讲是一位真优秀的文史工作者。欢迎到咱的林金龙老师，林老师你好。大家好。讲到咱台湾人嚟到庙里烧香拜拜，伊伫边仔挂条，即几廿张纸字条啊，即就是签诗吼。真侪人去庙里看到迄边仔这签诗顶头写真侪字，想要来先请教咱的林老师，这签诗啊，对咱人的影响是啥物？为什么讲咱会想要去求这签诗咧？人拄到未知的物件的时阵，会紧张，伊希望讲人家建议。同好一个，一个结果的答案，对，所以去求签诗，对。
啊，毋拄我个人是认为讲签诗无一定爱当做是一个结果啦。伊是帮助你思考。比如讲我即马想要安怎做，结果丢到一支签无好，我等于反省，等来重整过后吼，我过来声明并无讲安尼我重新计划过，安尼敢好？对，安尼总会改好的嘛。这是你的信心会出来。对，这是我个人对签诗的看法。抽签了迄个签诗的内容，会讲对你讲是给咱一种生命的建基吼。对。其实英国其实较无注重迄款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啊，就是爱透过生命这个所在，甲咱来斗相共。讲到这个求签的这个部分吼，这就爱请教咱的王老师，老师的专业啊吼。因为老师这时是在教学生，毋是伫咧导众生啦吼。也就是要请教老师啦，是讲吼，这求签吼，敢有迄个 SOP？ 有这个 SOP 是安尼吼，伊伫第一，咱若要问什么问题，比如讲要问事业，还是要问婚姻等等方面，你一定爱先点样打姓名讲，讲你的名啦，还有你的生辰年月，还有地址。地址完之后呢，爱搁打姓名讲你要问什么事情，一定爱讲个详细。然后咧，大概我拢教我的学生吼，就是大不得大概伫8点钟至40分钟遐，才开始问，因为遐一个时间互是问查。对，安尼问安尼问安尼较会准啊！你毋是讲点就随抽签安尼嘛毋对。所以讲这第一步是安尼。第二步抽签诗要进前，你一定爱先问成功有要数签诗无？有人我看真侪就是讲你点的了后吼，就随抽。对，随抽了你嘛毋知讲你要抽什么签诗，所以讲你一定要爱来成功，你到底是事业还是还是婚姻？一种签诗会当改一种尔，袂当改两种。这重点是啥？啥物人会来问神？拄着困难啊，袂顺啊，较来问神嘛。总无可能讲我真正真顺，我来问神讲我真正会遮顺，我都无爱遮顺啊，不啥有可能是安尼。所以讲求讲是咪说就讲什么某某是命啊？你是毋地主即马事业袂顺？你是毋是爱数一个事业的签诗来互地主，达地主指示，地主袂顺的原因？安尼，你看好无？好，你互地主三个圣杯，当主神讲的无杯。但是你也想想，有可能神明无爱甲你数签诗，无爱甲你讲，袂啊？因为神明是主逼的，所以你有拄有啥物问题来问伊，他都会指点迷津嘛。所以这点就是真侪人拄着是讲，要数签诗也无背，无要数签诗也无背，问题出是遮。所以讲咱就爱知影啥讲吼，咱就知影问题出一堆，但是要知影问题出一堆，爱先知影签诗的意义是啥物物件啦。你也想哦，咱庙里是毋是有一个杯，会当用问啊？用杯就当问啊，是那边仔要搁摆个签诗。伊的作用是啥？对，你毋就多此一举。所以你知影签诗啥物意思？签诗就是讲神明无法度用杯来回答得很透彻，用签诗来补充说明。之所以讲这件代志爱用知影这签诗的意义是啥，好来。那即摆就是讲，今仔日讲我要去这个 A 公司，要事业方面嘛，我今仔日遮有一间公司，我做了袂顺，但是我有一个机会呢。另外一间公司，要请我去，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，我唔知要留是遮好，还是要去迄个所在好。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咱人总是彷徨的啦。所以宗教是什么？宗教就是从在未知中帮助我们做出选择。科学是帮助我们在已知中做出选择。后来，所以到这其实我是建议先卖抽签诗。我们先用简单的问法，我留一只继续好。安尼好无？无。也是去这个另外一间公司，安尼好无？嘛无，我真正捌拄过一个信徒，嘛是安尼啊。问题出一堆，所以呢，我看这信徒呢，伊就搁较早抽一支签诗，抽一支签诗，抽一支啥？教主签。教主签，伊的这个历史典故和这个唐太宗坐享太平。上好诶，袂歹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吼，因为伊当去客迄个问迄个庙公，伊讲庙公啊，我即摆吼，这个签诗吼，你帮我改一下。伊个庙公就问伊啊，你要问啥？无我就吼，我即摆就一间公司上班，还有一个机会啊。我说我要问看嘛，我去间公司好唔好？安尼，迄个庙公人讲好去，安尼。我听吼，无啥对。为什么无啥对？你知无？这就是内底逻辑啊。今仔日我也是讲我几间公司好，但是我这个人有去问神问讲我是毋是间好，伊应该也好爱我3个杯啊，但是啥无，对吧哈？所以讲咱就爱知影讲这签诗毋是咧讲伊起啊好，还是起啊不好，这间签诗就是讲伊的个性的问题。
哦，个性问题，嘿，生命要查你一个问题，一定要查你的个根源是一对啦。对。你今仔日既然是一定做了无顺，啊，无就是有什么问题？你开始讲要去换北京嘛？对。啊，换北京我打开心，我就问讲继续咋做，嘛无飞啊，去遐做嘛无飞啊，总无可能。但是佮输一个签诗了后，佮来讲去遐做，安尼你毋是多此一举？害我伫遐加抽签诗的。所以讲我伊来问我讲我讲听吼，歹势吼，因为我讲较直接。你这个签诗其实不是气压好，这个签诗是在讲你的个性问题。唐太宗坐享太平，这就是我们独创的是什么？叫一体两面。二次元解签法，一体两面的改签嘛。唐太宗坐享太平，这个签诗看起来是好，但是爱买当为歹为逼，是啥物？你这个唔叮当。我感觉歹势吼，这位先生，我来请教一个问题：你这做工作这态度是不是做被动的？乱想，人咧叫都叫袂行是？乱想，讲就对啊。所以讲，生命来讲，你的问题出一堆，你的问题就出伫个你的工作态度无积极啦。消极，你也无同你讲你的问题了后，你去另外一个公司，你唔赶快去出现这个问题。这是啥？这是原因那个低的吼，结果袂改变，原因还在，结果不会改变。所以讲，我今仔日来讲，你的问题也是一家改掉了后，你的伫原公司家就顺啊啦。反过来是讲，你若无改，你去另外一个公司，伊也是赶快来发生这种情形。所以签诗就是安尼，签诗就是讲神要来讲的迄个话，你无法用这个杯来回答得很透彻，用签诗来补充说明。所以解签很真重要。我去过真侪庙啊，发现讲吼，不管是大经小经啊，这个签诗的内容其实有分无共款的迄款派别哦，甚至于讲有的迄个签诗，咱拢是4句嘛，啊有的是7字。7字啊，有的是5字，所以表示讲，其实伊迄签诗的系统真侪无共款。咱请林老师甲咱介绍一下好不？签诗的由来，应该讲是为易经卜卦来去简化的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伊简化伊的动作。易经卜卦就麻烦了。第二就是讲，丰富它的内容。你那么知嘛，易经的字很短嘛，落尾啊吼，有人都发展讲易经的卦辞啊，比较足丰富啊呢，这是第一阶段，过来第二阶段了就是讲，他已经开始脱离易经的卦辞，用阴阳的原理去推究的，大家朱启麟讲的，伊就加入民间文学这块，安尼更加趣味，更加贴近百姓，对，开始，这签诗就是讲变做是民间先出来，对，一开始就是咱朱启麟呢，用一个竹筒，来这四下高飞，拿球啊，可怜咯啦，这是一开始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讲咱历史上有承认的，签诗是为南宋，对，也叫天竺灵签，天竺就应该印度。伊就是已经具备咱即马签诗的所有的格局啊内容啊。迄南宋都有啊。过来就是进入庙宇。入到庙里啊？对，这嘛是有记录的，大概在宋朝要变元朝那一阵子。接下来就变成说是委托神明。那委托神明可能就有几个步骤啊。第一个就是，降基啊。降基了。因为我家己的经验啦，就是神明降基的迄文词拢甲无晓通，可能是因为咱人咧接收的时阵讯号有落差啦。而且嘛有可能是因为神明伊落来数签嘛，是讲数咱一寡建议的时阵，拢就爱用古诗的啦。你也要安尼马上叫伊出口成章，确实就比较困难。对，所以变成说，一开始出来那种签诗也加没有那么通畅优美。所以这个时阵就要有文人再把它修饰过。对，但是修饰过之后，我亲目睭看的是讲，伊爱过去清洗清明，讲家己安尼好无？对，所以就变成讲就是安尼，一直流传过来。对，即马咱道教一本叫道藏嘛，就是道教百科全书的艺术，一条收录为明朝开始到即马。足侪签诗，对。咱即摆民间的研究来讲吼，就学术研究来讲，统少有18尊神明的签诗，拢做到统少有90套。90套。统少。90套。今日阮到神明王，伊就讲啊嘛，伊就讲啊嘛，对。而且我应该
接受妈祖人间一间陈将军庙，嘿，对，伊就是委托我去校订，看有没有错误，就是给签诗，只有他们庙有而已。哦，因家己有一个系统，因家己庙的签诗。对，我摕来看了，就是因为就是讲我在猜测啊，迄文笔非常优美，迄应该是地方士绅或是秀才改一下，写的，改一下。伊嘛是写一张4句，50张200句，就是一篇骈文，把它拆成50首诗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么就回答主持人的意见，就是讲一开始嘛，一开始就变做讲每一个人讲的，其实已经无共款啦。但是最后历史的演进之后，也较兴，比较多人采用。对啊，有的就比较没有多人采用。哦，但是咱人发现讲，即马同个名的四种吼，迄生命拢大尊的啊。哦，对，第一名有60趴使用的，就是迄个60甲子签。但是我特别说明就是讲，60甲子签有过来种哦。不是刚刚妈祖这支鸟，是天上圣母60甲子签这支啊。哦，所以妈祖系统的60甲子签就一套，其他神明有另外个一套。对，不过当时会混用。哦，南做会的。可能庙公可能无注意，还是讲安那，反正就是后来有发生混用的情况啦。不过咱发现讲，即马流传同王的4支拢是神明拢大尊的。有60趴使用，就我讲的迄个妈祖60灵签。这支是伫个清朝有一本书叫做《幼学杂志》，就是囡仔迄学的字。伊就已经有收录这组签啊，所以就收伫迄内面了对。所以等于证明讲，伊就是长山就有啊，清朝长山就有啊。过来第二种定来用的，这王老师嘛捌出一本册，就是迄个雷雨诗，伊是第2名。对，第2名咱若去考证，伊嘛是伫个差不多明朝，就已经收录伫个，咱。客家人有一尊神叫做嘉济尊王，对，就是伊已经有嘉济尊王灵签啊，嘛是收录在道藏内底，落尾就因为到明朝了后，吼，就因为讲，关圣帝君，伊就是被封成，就是说，玉皇上帝座前的首相，执掌雷部，然后又把这首诗就收录在。崇拜关公的一部经典叫《桃园名圣经》，要把它收录在里面。对，所以后来某人啊，将这套诗认为是讲叫做关圣帝君，一把修行嘛有啊。老师，安尼是不是咱拜观世音佛祖啊、观音菩萨啊，伊家己嘛有一套伊迄个签的系统？有，是目前常用排行榜第3名。第3名了，对啊。对，伊嘛是伫个清朝的。一门功课叫观音灵课，对，这门修行的对，就已经有收录这组诗啊，对，主持人唔知道发现无？怎啊讲啊？这三组拢是为登山过来，拢对登山过来，对，就是在道藏里面就发现了嘛，对，所以一组就是咱台湾人家己发明的，就是平湖的天后宫，平湖天后宫咯，对，这就是。用排行榜第4名，第4名对伊这首诗的特色就是讲，你啊用台语去念会特别顺，特别顺了对。对，所以讲伊由此来断定讲，伊是咱家己本土发展出来，安尼是合理的。对，这目前就是这4首，这4首。我煞来请教老师吼，其实咱今仔日这相片啊，有看到这个签啊，旧签顶头有一个签头甲签尾吼，是讲敢是抽到这签头甲签尾，通常拢是大吉大利啊？不一定啦，不比例比较大啦，比例较多了对吧？这主持人解说一下，讲实在个加这4支啦，因为咱本来有60首签，咱来讲用第1名就是。60甲子签，60甲子签嘛，因为60甲一个甲子嘛。对。我个加4支就变做配合64卦。所以就变做个有签王啊、签头啦、头签啦，足济。有的嘛是
用枪尾来去代替啦。反正就是倒四机，配合64甲子安尼啦。咱拄则讲吼，去到庙里吼，听讲要求签是真简单，不过这内面啊，真侪眉眉角角是老师甲咱讲了后，才知影讲，求签的学问是万底深坑。咱确定安尼先休困一下，继续来讲这签诗的故事。咱台湾人真趣味哦，定定讲一句话，讲有败有保庇，无败就会出代志。今日邀请两位老师来到现场吼，代替观众朋友甲你问详细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吼，民间有一个传说啊，讲迄个吕先祖吕洞宾吼，因为伊爱情无顺利啦，吼是毋是讲吼，若准备求爱情这块代志，就袂当去问吕先祖，敢真正是安尼？我个人认为是袂安尼。袂安尼。你只要是庙里有摆上那个签诗那种 Q 的吼，拢会当问。对你不管是婚姻的需要吧，是等等的运动，拢会当问。对，所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传说啦。传说。不一定，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说法。对。安尼老师就是讲，咱一般咱庙的拢是拜大神大道，有的人拢认为讲有一寡庙，比如讲较阴啊，比如讲金刀公啦，还是讲姑娘仔庙，因拢是一般，比如讲遮就是旺气的人吼，甲伊请入去迄个小庙，甲伊奉祀。亲像迄款庙，有当时啊，会放一个签诗柜，安尼敢会当去迄个所在求签？我认为有的人的信用吼，不一定他就是信用就是这所在。对，伊过去可能有一个，比如你讲遐个庙人有抽过签，也是问过书，可是有实现啊。有实现，伊对这庙有信心嘛？而且这第二呢，伊这个庙有坑杯啊嘛，坑签诗那种抽。所以讲，再加上这两个原因合起来，表示讲，这个人有前进，有起啊，有问过代志，有实现，人也对伊遐有信心。所以讲，伊遐抽，我就觉得。不要去嘛，别讲迄种去介意讲迄人个是啥物阴庙啥物话，你若讲阴庙有当时啊啦，有虾米有缘吼，有当时啊咧嘛是会当来问事嘛无要紧啦。有当时啊吼，虽然是人讲阴庙，但是内底嘛正事嘛不一定啊。对啦。所以讲咱若是嘛有这种差别的心会比较好啦。对啦，因为其实伊嘛是算是地头久来，伊嘛是保庇咱地方嘛。是啊。久来嘛是咱的守护神。没错啊，对啊。我们来说来请教林老师啊，讲吼，其实咱像咱今仔日这图片摘来啊，你看迄一张签诗纸吼，应该呢足侪字够侪字，我看到迄阿公阿嬷吼，抽到迄签诗啊，目镜拢爱摕来看。亲像迄个一张签诗内面啊，伊会当提供偌济项信息在内面啊。同简单的就是左边第二张迄张啦，就是第几首嘛，还有诗句嘛，就够啊。同简单我看的同简单就是这样呀。这是上简单的版本。对。啊，甲合作就是最右边这支，对哦。比如讲什么庙啦，这个签是第几号啦，还有什么签诗的内容啦，还有公案啦。那个讲什么唐太宗安于太平的啦，过来就是有节约啦，过你要问啥啦，什么失误啦，就什么讲迁徙啊、急啊是不急啦，这拢话你解说好对。比较复杂的是安尼，有的过来加一个讲奉献人是谁？上下有诶，这张抓上瘾的啦，对，这张抓上。这就无重要啊，或者感恩啦，对，较复杂就是安尼啦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伊边啊这。有黑点甲白点，迄是啥物意思啊？还有当时啊来讲，这个签诗是要往较好的，像主持人讲的是上级，还是中级，还是下签、下签，都以这个来那个。让大家一个指标来判断。来是安尼，因为我想讲，伊咧登迄点，其实我真看无吼。而且我要来请教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先看这签诗啊，这签诗其实才有2张吼。伊内面拢是讲渐渐看祖过中和，过后书风味得过，改变颜色渐多去，凡事必定见中路。这个是下营下营上帝公庙，甲这是台南这个观音亭观音亭，这2个拢是同款的这个签诗的这内容。不过伊这边啊有写一个像这张上帝公庙，伊是写讲赵子龙保留比大江，张飞弃尸周瑜。另外这张的伊迄个故事，伊写低歌过岐山。老师为什么这签诗阁爱加一个一款，敢若民间故事，还是讲新鲜传奇伫边啊？改签第一，你一定要对诗句有了解；第二，一定要有这个历史的典故故事。
来了解，四股和电股要配合起来，配合，运用交叉分析，靠我当改签，这真重要。然后这个签诗最主要是啥物话？见看出月中号，月中号啥物时阵？月中15月。所以讲要按改签，一定要先知影月龄时间点要断。你今仔日也伫15进前抽签诗，就是讲这个月15。你今仔日16、17、18抽签诗过15啊嘛，来讲后个月15号。所以这个签诗第一，你讲时间点，这真重要吼，莫让时间人断唔掉伊。安尼，那过后书房未得过，你月中过了后，爱注意一个代志，这个代志了后发生，你会改变颜色进度去，你会可能会淡薄坎坷。迄个时阵凡事必定见中落，迄个时阵你看你代志就波波折折啊啦。这个代志，这个签诗有几啊种，就阮的庙人就是啥，张飞见周草，人甲人之间的纠纷。你讲这个代志，你讲签诗，得注意讲，你伫个月中号过，爱特别注意人和人会发生的一寡争议，爱注意。后来，这个张飞起诉周瑜，我读过三国演义，敢若张飞无起诉张瑜，是诸葛孔明嘛？好对不对？那嘛紧，那可能嘛是咧讲人和人方面的，无被起死嘛。那赵子龙报这个老毕要渡江，要去娶孙权因某因小妹啊，对，你起啊嘛是和人方面的设计，你来设计过伊迄个江东嘛，所以这嘛是咧讲人。人和人方面爱拢爱注意。猪哥过岐山，猪哥就西游记啊。对啊，伊入去了猪哥画一大猪，入去了后会当互伊的师傅这个三宗过去取经。有代志有达到目的，但是规身躯臭光光。表示啥物话？这个代志虽然是平安无事，但是你落了一身腥。所以这个签诗不管是这个你来无共款的这个历史典故，但是拢有讲到人和人方面。结婚这特别要注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讲时间点，你爱知影讲你抽签诗是对一天，月中号就是你讲月中，所以这个签诗有两个重点：第一，时间点，爱知影爱断的准；第二，就是啥物话，人和人是咧提醒你，你伫咧当时15过了后，爱注意有一件代志，人和人方面会发生一寡纠纷和争议，提早来讲一个，你预防一个。安尼下面就过啊。所以就其实是爱看签诗本身的这个内容啦，甲你问的代志，两个去做一个配合就对啊。不过有真侪人伊去到庙里，可能心肝头郁卒啦，就是厝里发生真侪大风小事去到遐求签，对家己无自信。如果讲我今仔日先去妈祖庙问完了，搁去地君庙问完了，搁去上帝公庙搁去问观世音菩萨。你一个人问几个经庙抽出一个签诗，老师你安怎看待这款的行为？我看伊问出来结果应该是歹的。人也直接抽到好的可能就地调调啊。抽到歹的就单调，要去抽一个好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不适合，嘛唔对的啦。但是我拢带我学生讲是安尼，你也抽到歹签。等到爱欢喜，咱爱改变一个想法。除了歹签，表示讲啥物话？行，但你讲你这个代志你袂顺，你家庭你袂顺，必有原因。你要把原因找出来了，问出来解决了，你就顺啊。所以讲你要答这个问题，拢视而不见。这个签诗歹签，你就抽的拢啊单调伊啊烧掉迄个过去了一辈讲，安尼就是带走这个无好的运。歹势带不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原因还在啦，无处理嘛，原因还在，你结果袂改变。所以讲我来讲，你也抽到歹签，免惊，继续来问，我问题出一堆。你也讲有问题，你就心里就知影讲，我一定问题出一堆，你都有办法来处理。咱也有这种智慧，较早有一个这个，嘛是共款咧节目的这个制作人，伊要开一个节目，要开一个节目，伊就是签诗。就打讲，王老师，你来解一下呢？这个签诗是毋是迄间庙来讲，我这节目慢才开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我讲对，伊签诗看起来是慢才开的，但是我的经验就这个签诗，你搁问迄间庙的神，你看卖过第二期还是第三期无？伊讲有签诗，你开抽了第二期、第三期的，我讲有啦，我教你种话，你去抽看卖啊安尼。伊去抽的真正互伊3期。第一期来讲，确实伊这节目慢才开的。较慢开的无毋对。第二期签诗在讲啥？但你讲你较晚开的原因是啥？第三期是在讲啥？晚到啥物时阵才开？所以讲咱要抽签诗，我感觉自古以来拢有一个
唔对的所在，就是咱一般拢提前抽一支。对哦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第一，咱才先知影这签诗这艺术是啥，吼，安尼抽过完整。第二点，你讲迄个是安尼，共款咱讲伊这个，老讲一个事业吧，咱讲婚姻的啊，哦，有一个查甫的。一查甫来问我，伊即马无对象，我要问我伊婚姻的迄个时机点嘛，因为啥物时阵会开嘛，有对象来，单身嘛无对象，伊安尼抽。啊，咱问啊，去抽一支签诗的，迄个签诗的历史典故、历史典故和这个三顾茅庐啦。哦，老毕三请孔明呢，安尼，咱才想哦，老师啊，你甲我解一下无？我看看，老毕三请孔明。我问我啊，你过去有捌交过女朋友有？啊，但是交的吼，拢无偌久就去散，无偌久就去散。听好哦，注意哦，伊毋是无机会。我看伊的外表外在吼，会阁袂歹，阁有一个好的工课啊。才无机会咧，啊，阁拢有对象，但是对象差伫个交无偌久就散，交无久就散。就一支三请孔明是啥物意思？积极。哦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咱来断啊。什么意思？我就问这个先生，你咧和人咧交往时阵吼，你敢袂伤过着急，伤过积极？伊安贴头，你的问题就出一只，人会惊。伤过积极，伤过急啦。但是至于急什么啊，就留予自己去想象了。共我一支签诗，一个女生，因老母要来问因查某囝因面。叫伊安怎看都去做相亲啊，人要甲无爱，人要介绍也无爱，一模一样签诗，三请孔明，解法完全无共款。我生命要看伊面互你，真简单，一粒囝尔。但是我看到你，你唔去看，唔去搞，唔去熟悉，等于零。对，不积极，一个是太积极，一个是不积极，共款的拢共款签诗，所以解法完全无共款。讲到一张签诗顶头，无论是抽到好签，也是抽到歹签。其实咱的信徒是会当讲是唔免惊，心肝头甲伊拍伫脚只偏。不过讲到这个签诗爱安怎解，才袂误会意思，颠打起咧。咱小休困一下，较等下继续来讲。伫台湾有串稻庙，而且真侪庙师拢有提供求签诗的服务。不过台湾的签诗嘛是百款，除了60架子签、观音必修签等等的灵签以外，也有真特别的药签。迄个保阳乡的迄个药签吼，伊是甲咱古早的先民吼，为登山来台湾的时阵，顺带扎过来。因为永拜医药无产行，咱即摆才发达吼，所以伊可能就是来庙的求一下药签。一般来讲吼，咱就分做3类，就是咱讲的即个内科吼，小儿科吼，甲外科吼。内科拢总有120首的签诗吼。小儿科甲迄个外科呢，小儿科36首，外科有36首的签诗。这个历史甲咱保阳乡同款，历史已经有200几年啊。当然，即马医学的进步，去庙里求药签已经无像较早农业社会遐尔时行。毋那安尼，科技的进展，即马嘛会当透过电脑也是手机来求签诗。这么电脑解签很方便啊，电脑改签嘛。你抽这第一手、第二手、第几手，电脑改签，甚至 Google 都有，文言文、白话文、分的解说都有。是安怎台湾的签诗会有这款的演变？一寡已经流传上千上百档的签诗，到底是安怎来影响台湾人的生活呢？讲到
到这抽签的文化伫庙宇内面是真重要的。除了是咱求神明拜拜、心肝头有基本以外来抽签，上高一条是咱碰到这辛苦病痛的时阵呢，也当求一关签叫做求药签哦。来请教林老师，这药签，这是真正正拢是药方写伫顶头。想要来请教老师讲，这药签是安怎来的？我先解说一下吼，签有3大类啦，一般咱讲的文签嘛，过来是这药签啦，过有一个阴缘签。阴缘签嘛，月老签，对。啊，即摆来讲这药签嘛，那药签伊的观念开始是讲，因为咱一开始医术无发达嘛，对，啊，迄当就是医巫他们是合在一起的，巫跟医是合在一起的，啊，其实迄当阵的大夫无咱想的讲身份遮悬无啦，咱一句话嘛，江湖郎中啊，歹一家想啊就走江湖安尼啊，对啊，啊，台语嘛讲啊，赤卡身啊。然后就讲医生啊，所以就变，一当阵变说医学无发达了，死亡率高，那很容易就会造成巫医同行，对，就是有签的来源。那有签的来源，根据考据嘛是未送调的有啊，对嘛是未送调的啊，慢慢个谈下台湾的，有30%哦，这是学术统计的，有30%是取自于医学的要点，有30%是秘方。对啦，啊，有40%是2个综合。而且爱解出就是讲，这药签的内容会变哦，会变哦。伊会讲，即马吼啊流行什么瘟疫吼，伊这部分的签序就较济。啊，那什么日据时代啊，拢会修剪啊，拢足侪人拢会破伤风啥，那做的药方就会比较多。有签的是换菜单了，对。对，嘛是 M 变哦，对。所以依照咱人的需求，这内面这药方的内容就是会做一个调整对。啊，毋过我要特别说明啦，就是讲虽然讲即马足侪庙的嘛是讲抽啦，啊，毋过政府已经禁止啊，对，啊，这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嘛，也30%是取自于医典，这部分是比较可信的。对。但是你去签有对症下药吗？所以这就是较有疑问的所在啦。所以这样为什么有签的慢慢没落，因为咱即马科学发达啦嘛，咱无做过医巫同行嘛，对。啊，过来就讲，伊的内容我咧抽到。嘛毋知抽到灵境啊，反正迄我嘛毋知啊，但是食一个，也毋知安那就，就较歹啊，所以这已经嘛开始没落。是不是我现场我来抽一个签，请老师甲我现场甲我逼一个好不好？好来啊，好来哦，要现课啊哦，来，好我来先好，我即摆已经烧香拜拜神明拢查过啊，同意赐我一支冰心。冰心，啊，你问啥？我先问阴缘好啊啦，问阴缘。好来，上要紧的阴缘来。冰心这支的历史典故是啥物事啊？知我无看来知。唔免，庞涓马陵道分尸。旁观吗？就是马陵道分尸。迄惨嘛！今仔日你抽到这个签字，你要问阴缘，一定要知影你是到底你是。已婚啊，未婚？未婚有对象无对象？无对象。啊，无对象过去有交过，但是即马问了后，想讲奇怪，拢无同你讲阴缘时机，拢无来讲点半年，今年点半年也无，下半年也无，明年点半年也无，明年下半年也无，2年时间拢无同你讲阴缘的时机。系咩啊？你搁说下遮因头？会想命？尾下甲出一支签纸，互你来讲拼新签嘛。这就是古分重中未解位啦。毋相信你查看嘛是毋对。这个历史典故叫做旁观马陵道分尸。是要讲的。伊讲地主，你今仔日我要来讲的，你毋是无阴缘。我要来讲的是你的个性出的问题，爱改一个，旁观马陵道分尸是啊，这个人就会骄傲去自信。你过去你的无阴，你的过去有一段，也是过有交过，甚至个分手原因拢是伫个你太过于自信和骄傲，别人的话听袂入去，造成恁2个互都继续交落去的原因，再行个分手。分手你今日开来问阴缘嘛？但是我想要讲就是讲，地主你要阴缘，毋是无机会。我先来讲你的原因出一堆。你今仔日这原因解一个了后，我看阴缘安尼你这条路我行会久长啦。还是那一句原因个伫个，你结果嘛是袂改变。所以迄支签诗的历史典故，旁观马陵道分尸嘛。
就是班官孙膑，到兄弟的嘛，对，啊，所以尾啊较乱箭穿心嘛，就伊想过自信，就要骄傲。所以讲这个签诗其实唔是咧讲你的颜面无，是咧讲你的个性。个性问出来答问题了后，先绝对100%就咧讲你颜面什么时阵。哦，安尼再来问颜面什么时阵？好啦，来颜面什么时阵足精彩？究竟但是吼，你敢有受到过去教主签啦？教主签，唐太宗都坐享太平嘛，你出兵去封魂线嘛。但是你睇下第抽吼，你敢感觉讲你用抽一支尔？嘿，其实安尼唔对，爱抽几支？唔是爱抽几支，咱老讲嘅就是讲，咱这个抽签诗就是咱跋杯无法度，咱问得很透彻，是用签诗来补充说明嘛。对哦。所以讲，今仔日假设你今仔日也抽到这个饼神签，饼神签有3杯啊，有3杯了，你应该爱个问神看卖有要去输第2支签诗无？第二马神要搁互你第2支签诗，第2支教主，好来。按你名改，那，但你共款，这个交和尚吼，你颜面不是无颜面，你颜面是过去你有一个问题，私心爱改一下，你太过自信，你可能两性咧相处的时阵吼，你可能啊消灭起来，也是意见咧袂好的时阵吼，你拢要接命啊，安尼，这是啊改的时阵，你我都惊到教主签的命运啊。你出兵去封魂线，你的颜面就来啊！我相信第3支签诗一定是啥物货，90%一定是时机点。时机点。第一来你讲啥？你的问题一堆改一个。第二来改了后，你就是为唐太宗坐享太平，好的颜面要来。好的啥物时阵要来？要去抽一支无？好哦。我搁抽一支哦。驾云天意。天意，天意，春天啊！你要教呢？你要教呢？所以讲，你也想啊，你也那个到社会哦，第1支饼神，你会讲你个性改一个；第2支教主讲你啥，你来要改了，你就要顺啊要好啊。第3支驾云签，就是啥物话？春天先改来要好，啥物时阵要好？春天好，也就是讲你的立春来，每年的立春过，你颜面就来啊。所以讲，安尼确实咧抽签诗，确实咧改签。问一件代志有头有尾，过来讲你的问题。过来讲你即马目前啥物情形？过来讲你未来啥物时计到？我问了20多年吼，抽上这是15支。15支签，15支，对啊。伊的辛苦病呢较多啦，可能伊问题较大啦。问题较多，对问题较多。对。一讲到这抽签诗，这真正是眉眉角角。如果讲吼，有信徒甲你要求讲，老师。你的庙，还是讲你服务的这个供庙，会当增加这个网络抽签，你想这个方法好还歹？我是目前还阁无种想法啦。但是迄有人，因为有人有这个线上求签，人一定有经过神明同意吼。我认为应该是也，人家有一个特这个办法吼，会当我信徒抽到伊要说伊签诗，会当解决伊的问题，我就觉得应该是有这种。效果啦，因为我目前我还阁无这种这个规划，因为安尼讲的第一，签是爱神明数嘛，对，咱抽签，咱去庙里抽签，一定是跪伫神的面头前咧抽签的啊，对，我认为迄其他迄是 APP 吼，迄应该嘛是人有神明数签的，要无伊袂发展这 APP 啦，app 啦，所以讲这个应该是也可以参考啦，对，但是重点嘛是啥？改签，神明所数的拢对。数出来了，能不能改有准、改有对？对啦，这就是爱一半人的行过，一半人的工课，5分人5分啦，合起来我都成熟啦。就是嘛爱信嘛爱尽，斗相共。对。啊，讲到这抽签的这个部分啊，讲这个线顶抽签虽然是现代科技新产品，无数高人伫咧灌精神。不过呢，咱是希望讲吼，你遇到这困难的时阵，你总是爱有人甲你安踏、甲安慰啊。所以你不妨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讲遇到这问题，抽签会当去庙里行一转，无你甲迄庙讲甲你开讲，甲你开破了后，你规个代志就解决咯。讲到这抽签眉眉角角，咱先休困一下，开始继续来讲。
讲到咱伫咧庙里拜拜抽签吼，真侪人会讲我抽到一支好签，也有人讲到吼我真歹运抽到一支较歹的签。想要来请教林老师吼，其实迄签啊，咱讲有迄个64支啊，嘛有讲100支啊，既然迄数量遐尼济啊，想要偷偷问一下，这内面吼好签甲歹签比例有偌悬？因为真侪人讲我得到下签哦，惊他要死吼。其实哦。你如果去统计它啦，所谓好签，它有上签，中级、大级，所以上签还不是最好的，对，那中等的话就是中品啊、中上啊等等，下签就只有一种叫下，说你卖球的下签的姜咖啡是，那就是不好而已，那它比例是多少？好的大概是35%。中等的大概是35%，对，那下签仁慈一点只有30%，对啊，但我要强调是说，你不要说到下签就是足惊的，下签不能几种名呢我第二讲，我过来重新检讨，过来重新甲新民个问一下，可能结果就无同款嘛。老师你拄仔讲有一个就是上签大吉、中吉、中病、下签是毋？差不多。所以老师若是讲好的啊，咱是讲好的，咱讲好的，咱讲卖讲歹的，中病甲歹咱卖讲嘛，观众朋友无爱听嘛。就是讲，这上签中吉甲大吉，倒一个较好啊？大吉啦，是大吉上好吼。一般人认为讲，我抽到一个上签，我应该是上好，结果是大吉应该才是上好的。对。不过一支两支尔。一支两支尔对啦。所以其实迄就是。较少就对啦。咁讲吼，要来请教王老师啊。既然讲吼，我今仔抽到一支大吉，跳我抓袂掉。签王好啦。签王好啊，跳我抓袂掉。咁真正任何代志抽到签王拢好代志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。这个签王是大好大歹。我一定爱大这观众朋友讲者大好大歹吼。今仔日也要问，比如讲要问阿公阿妈还是时大，这个人也是讲。看重病，还是生癌症啊，还是这个末期啊等等吼，来抽签师，抽到签王，这个人时间要到啊。时间要到。但是普通时应该阁会补第二支，无补应该是大部分80%，我的经验是安尼，补第二支是大概就是啥，伊个共款是时间点的签师。就讲时间要到啊，大约什么时阵？所以讲，互你咱这个时势做一个新的这个心理准备啊，心理准备所以讲你抽到签王，你讲大好嘛，不一定好啊。你也抽到讲这个要考试，要去参加什么高普考啦，什么考试，要来抽一个考运的签师，只有签王，这是大好。大好。有的人讲你这添油啦，什么货啊？其实我觉得加教育一下。添油和这个油箱卖的画成等号啦。咱较早阮是咧教啊，就是讲添油是咧添，咱较早人咧点香，拢有咧煤油，迄种迄较早讲是较早人古早人是用添迄咧，咧添功能啦。即摆来演变成咧添油香，不一定是。所以讲这功德跟钱财卖的画成等号，我也不喜欢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讲我爱讲的就是讲抽到好签，大好跟大歹。不一定就完全就是好，嘛不一定完全就是歹。当爱看伊要问的这些人是啥物人，要问什么代志来做认定。对。安尼我顺续个请教老师吼，因为主要老师讲考试迄考运啊，咱敢会当替别人求签？替别人求签会使，但是要看情形。我讲到咱讲到迄考试迄吼，我先大家讲完整。要考试的时阵吼，莫过来问讲是要考会调还是袂调，莫问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个很重要。你今仔日嘛是有真侪人来问我老师，我要问看我要考会调，考袂调，伊要考高考嘛？我你也讲话。一般我讲我袂来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你话讲问出来，假设啊真正考袂掉3杯啦，系啊，原本这个人吼，阁有真认真咧拍拼，等于了我失志，我系啊，那是讲我考袂掉，我就不爱读啊，信心邦邦。对，讲考会掉3杯放松放动，我先考会，讲我考会掉，我还免想读啊。但系啊，就最少你就唔好安尼，安尼咱莫人问安尼。最紧代志看，我来问看，我讲你要问会使，我来问看卖啊。我加入来问，你来问市民看卖啊。你要考试这方面，对一部分上弱啦。哪一个部分最弱的，你就问出来了，你甲针对迄个部分你加强就好啦。无你不管是考会考袂掉，你拢要考啊。对，这是第一。所以讲我要考，要问看考试这吼，已经决定要考啊，你就咱莫搁问看会掉啊袂掉啊啦，这是第一。你讲要代替人抽签会使，
可以，但是呢，爱看情形。今仔你来讲要抽一个运签嘛，啥物会使？但是有当时啊吼，神无数你签诗，讲你要抽啥啊？这是大人，也是我要替朋友来抽签的。嘛，这有当时啊神袂互你签诗，因为讲如果要输这签诗，你要问这个人，但是伊有问题，伊背后有一个问题，但是你无当做主，会当解决，也袂当解决。袂当解决，我你签诗嘛是白互你的，这个代志也无法度来解决签的代志。所以讲当要问我讲要看你要帮着人抽签诗，爱看情形，含看你要问的什么问题。你若讲纯粹要问一个这个你囡仔这运啊吼，运啊，还是考运的这个可以。啊你若要问别人的你的朋友的，还是同学要问的，如果有这个问题出来，就讲因当家庭有什么问题，啊什么欠点，你无法度人替伊决定讲伊要处理还是唔处理啊。所以讲要替别人抽签可以啦。但是要看你要问什么啦。伫这签诗的这个文化最后啊，想要搁再请教林老师最后一个问题。你研究到遮尔侪签诗啊，看到真侪遮尔侪这个签诗文化吼，伫咱台湾啊，你认为讲这个签诗文化伫咱台湾有啥物款的演变，还是讲伊未来会走向啥物款的情形？比如讲，伊开始走向文创啦，还是讲咱会当继续搁保留传统和这个优良的这个文化留落来？像林老师你的想法呢？我刚刚是，我刚刚有跟朱姐解释过的，讲作者应该是对位登山过来啊，然后很多前辈有个创作即马有个创作，唔都迄个较趣味，趣味，你捌看过哦，较趣味的对，甚至包括说你今马去游乐场所，伊买放一台机器伫啊，放10块。跳出捧人，这人捧出来的嘛，一支嘿。我是感觉讲这是无败害啦。因为譬如讲咱以前有种叫奥修卡，伊365张，逐工你就摕一张起来，会你讲一寡警语，可能好的，可能歹的，但是这唔是要你讲你今日运势是安那，是让你提醒，你要照这警语去做，365天。逐工拢有进步，对，所以变成讲时代也要进步，也文创化了，咱嘛要用新的观念，去看待讲，我食了糖啊，以后就警语，我今日嘛学到一句警语，我感觉用这种心态是袂歹。讲到咱台湾传统立教庙里抽签诗，这签诗内容是有含义，不管你是抽到好，抽到歹，咱拢啊当作是神明甲咱鼓励，甲咱伫咧提醒。不过面对着咱的人生，就爱家己换头，家己来处理，拼出属于家己的一片天。也非常感谢呢两位老师来到咱客厅，甲咱分享你这非常多谢两位老师。谢谢大家。也提醒咱观众朋友啊，来到庙里的求签啦，会当看到这签诗内容以外呢，也要对家己有信心哦。咱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咱再会。多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多谢。